嗱，九如坊有個古仔係大家少聽到嘅，得唔得？第一樣嘢咧，個廁所喺邊咧？如果我冇記錯就2號，就嗰度有曾經呢度啊，就曾經有個廁所喺度嘅。廁所係無處不在嘅，點解咧？係錢嚟㗎，明唔明啊？第一樣嘢，你入去廁所要俾錢。第二樣嘢，你擺低嘅嘢咧，佢就收集咗拎上去賣，明唔明啊？咁嘅嘢，呢樣嘢係即係冇本身嚟嘅。到幾時咧？20幾年之後咧，開始咧戰亂啊，開始先至冇咗嗰個生意咯。廁所有兩種，一種就係公共，即係政府運作嘅公用廁所；另外一種就係私營嘅。私營其實就係佢買咗笪地，跟住買咗側邊嘅嘢，跟住整個廁所喺度。你入去咧就可能俾一個先佢，可能唔使嘅，幾多錢咁樣啦。跟住去廁所之後咧，佢就負責收翻嘢嘅。嗱，最早期政府嘅廁所咧係要聽打出嚟，即係有投標咁樣，要俾錢你，跟住你去收集嘅嘢嘅。但係當後期咧，150幾年、160幾年咧，係上邊需要大量嘅夜香嗰陣時咧，就調翻轉頭啦。你向政府投標，要俾錢政府嘅，得唔得？嗱，我睇到嘅資料講咧，大約有5到6% 嘅政府收入當時係靠夜香嘅，係你俾錢政府，跟住咧你負責收之後你去賣。私人嗰啲就明唔明啊？私人可以攞埋，得唔得？亦都係呢個原因咧，所以香港嘅水市咧係好後期先至發展。咩叫水市啊？即係有水沖嗰啲啊，因為旱市先至會收到噶嘛。水市就沖咗去就冇噶啦嘛，所以咧好後期啦，到戰後咧，香港先至咧普及有水市。香港早期出口冇乜嘢噶，最早有嘅出口咧係賣花崗岩、礦場、四山礦場啊、牛頭角礦場啊，賣出口花崗岩主要收入。後期多咗樣嘢就係夜香。有聽過1900幾年嗰陣時，1890幾年嗰陣時有鼠疫。依度都係中招嘅，得唔得？中招係乜嘢咧？當時咧，你睇下個建築物咧係咁樣嘅。咁呢度咧係起咗間戲院嘅後期，一樣啦。有華人居住嘅地方，要居住嘅地方，要有娛樂嘅地方，要有街市，要有地方可以玩。啲附近咧又係超多戲院嘅。呢間九如坊間戲院係1911年嘅，1950幾年到拆咗，跟住就做咗個健康院啦。啲戲院其實係做大戲嘅，係大戲，後期有電影，咁後期再起戲院之後咧，再後期咧就戲院拆咗，跟住咧就變咗健康院同埋有個公司。呢個咧就係咧鼠疫之前嘅狀況，太平山區。咁點睇咧？呢個位置嗱，呢一度咧就係咧呢一間咧，成間咧就係呢間 YMCA 嗰間 building。其實佢呢度側邊咧，最個地段最側邊嗰度，曾經係有個洗手間喺度嘅。當時咧，即係其實改建拆晒嗰陣時咧，佢係整咗呢個連廁所都拆埋。咁咧跟住咧就起咗 building 嘅。你睇下以前係咁樣嘅。係呢度咧，呢個位置咧，應該咧就喺咧嗱呢個位置度。你見到以前咧，鼠疫前咧密不透風嘅。嗱，中國人買地起樓咧有一個特點就係乜嘢咧？買最少嘅地起最多嘅樓，住最多嘅人。鼠疫呢單嘢咧係炒晒粉嘅。咁有幾個原因？唔知咩病啦，疫症唔知噶嘛。死咗咧，佢就會放佢出街嘅，掟咗出街。咁但係問題就係惹到好多嘢啦。咁嗱，即係掟咗去東華醫院。當時係災區嚟嘅，明白？佢唔死唔就快死，佢都唔送佢入醫院。送佢入醫院之後又搞唔掂，因為疫症冇得醫噶嘛，中醫明白咁咩嘢？所以後尾就係，譬如呢度有幾間屋咧，佢又講咧住30人，一間咁嘅樓啊。一層咁嘅樓咧，舊樓啊住30人、40人咁樣，上邊住20，下邊住30咁。